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文谦平安。老师即阵已经转去到台湾啊呢，吼。对，伫台湾啊，对。对，会记吼，咱伫澳洲的时候，老师会记咱拢食啥物米无？拢食泰国米，无论去斯洛伐克，还是捷克，还是去奥地利，拢是上泰国米。是，对，这是为什么咱要食泰国米？这是泰国到底是啥物所在吼？其实咱讲足侪礼拜泰国啊吼，但是呢，咱今仔日要请的即个牧师哦，伊真特别咯，因为伊伫泰国40天，老师，要叫你去泰国耍4天，你可能愿意啦吼，40天可能会使啦吼。哇，40天迄真久啦，有特别的好调才有法度啊。因为泰国吼，咱的印象内底拢是较歹过日的所在，毋是讲真富裕。所以今仔日咱请着赵英英牧师吼，实在真感谢，伊伫泰国已经有40天。对，咱今仔要来听看卖啊，伊为虾米会当遐尼久吼？而且吼，伊会讲迄个我以前拢毋知的故事哦。因为我会记我熟悉牧师的时哦，咱即阵吼先请牧师起来吼。牧师平安，牧师平安。哇，真欢喜吼！因为我做钦佩牧师的牧师，我感觉伊是无一天停落来的。有一届伊讲吼，要开车去台北去传福音对无吼？来讲开10点钟，拢无休困哦，直接开去到台北。你做厉害的牧师，为虾米有遮尔什么毅力？咩讲？老师都有毅力。对，赵牧师你好。你好。对，迄个等下吼，赵牧师会当凊彩讲台语也是国语。台语、国语拢袂要紧，因为伊伫泰国拢讲泰国话啊，台湾话已经袂记咧讲啦。所以咱伊泰国话是上好讲的。是哦，当用泰国话讲道的人，真正无简单的吼，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对啊，安尼今仔日，萨瓦迪卡对，今仔日牧师要来甲咱讲吼，伊有家己号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宣什么？宣乐飘香处处传，就是宣乐飘香处处传。为什么呢？是音乐吗？还是安那咧？为什么会讲这咧？为什么会去伫泰国吼宣牧师，请牧师来甲咱讲。好，各位网友或是在前面的你看到的我们都向你问候。对不起，我的台语不太好，所以呢只能用国语来代替。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受邀，能够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刚刚说了我在泰国40年，40年的确是蛮长的一个时光。很多人就会怀疑，为什么要去泰国呢？那这个题目什么叫宣乐呢？应该是音乐啊，美丽的音乐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宣教士啊？我之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宣教士，以为宣教士就是那种蓝眼睛的啊，黄头发的啊，一些外国人啊叫宣教士。后来慢慢晓得原来从自己出生的地方，本国的地方，我们到海外，然后是从别人差派我们去这样子也可以叫宣教士。好，那我今天要讲一讲，为什么这40年来我可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然后来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呢？可能你会很好奇。那今天我讲一小部分什么叫选录历程选就是被拣选、被挑选，或是说你在很多当中然后选择。那我今天就分享2个，一个叫蒙恩，
一个叫蒙召哈。蒙恩呢，就表示说，哎，我怎么样子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很奇怪，那我要讲一下我的背景。那我从小呢是在义光育幼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哈，因为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从这个中国这些解放以后，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在金门打仗，就很多的孤儿。那后来有一位史奶奶跟这个爷爷吴爷爷，他们两个人呢，就看到金门很多这个战争遗留下来的遗孤，以后他们就很好心，因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收留了他们。收留以后呢，慢慢这个这些孤儿越来越多了啊，不光是只有在金门，原来在台湾的本岛也有。以后他们政府就帮助他们就移到在台湾的本岛，以后在台北的地区，那时候在所谓的罗斯福路啊，在水源路那地方就给他们一块地啊，水源路，然后就成立了义光育幼院。为什么叫义光呢？正义的义，光明的光。那因为史奶奶呢，那时候看到很多从火车站啊、垃圾桶里面啊被丢的一些小孩子啊，都没人要。那他就觉得，上帝既然造了人，就应该给人有这个生命气息，也有他的尊严，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些人家不要的丢弃的孩子就收来了。那因为有一些在婴儿的里面就会放一张纸条啊，说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但是因为这些字条呢，意义都不大，因为奶奶想说久了也找不到这些人，所以他就干脆就通通姓石。但是如果是男孩子呢，就叫石义啊，因为义光的义啊，好，譬如石义成、石义勋、石义啊什么的哈。那女的就是石光、石光英、石光华、石光荣这样子。但是我呢很特别，为什么中间我是荣字辈，不是光呢？啊，原来是我爸爸呢是在中国，然后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撤退到台湾。撤退到台湾以后呢，那因为我的妈妈生下我以后，我的眼睛还没睁开来，妈妈就肝癌就去世了。去世以后，我是有奶妈啊，奶妈长大，养大以后到1年，哦，妈妈走了，那我才跟着爸爸。那爸爸是跟着军方，他是军人咯。当时候他是上校，所以军阶还是不错的。我们就在眷村，那眷村里面呢。那爸爸呢，就是因为是上校，所以呢，房子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除了我以外，还有2个哥哥，1个姐姐。那对于我爸爸来讲，他一个大男生要照顾4个孩子是很难的，所以就把我姐姐留下来，因为姐姐已经读了中学，就把我2个哥哥把我就送到了不同的育幼院。那我呢，就在义光育幼院，就是史奶奶跟胡爷爷的照顾下。就生活了12年，那12年孤儿院的生活呢，就开始让我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个性。这也可能是后来我可以离乡背井到泰国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吧。那后来呢，以后在孤儿院呢成长以后，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个性产生。我举几个例子。那孤儿院里面呢，我们就到附近水源路里面罗斯福路有一个叫古亭国校。古亭国小，那我们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一般老师就很不喜欢孤儿院的孩子哈，就常常讲孤儿院孩子都没钱，可能这个学费也缴不来哈。但是我们是政府支持的哈，所以很多的老师就不愿意，那我就会拉着那个小孩说走，我们不要在这个老师这一班上课，不要紧的，我们到别班哈。那类似这些东西情况我们都会遇到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说。这个史奶奶跟胡爷爷呢，没有放弃我们啊，所以一直照顾我们。那胡爷爷后来呢，比较早过世了，所以就剩下史奶奶就带着我们，然后慢慢成长。到了小学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好，回家我们看下一章，那我们就了解一下。麻烦啊，对，那我们看到是在孤儿院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看见。后面是蒋夫人啊，当时蒋总统的太太蒋夫人特别来探访我们。以后呢，我的孩子那时候很小啊，
所以为什么我这边写说有耶稣爱我就够呢？虽然好像爸爸不在，妈妈没有了，但是好像这些老师们也不是我们的亲生妈妈，所以我们常常要穿着异光的制服去古林国校读书的时候呢，在路上我们就是常常排队，那就会外面的小孩因为看到我们这一群都异光，就知道是孤儿，就说啊，你看这些人都没有爸爸妈妈爱好，所以那些小孩子就听了就很难过，就头都低下来。我就很生气，我想说，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爸爸妈妈不在，但是有耶稣爱我就够了哈。为什么会听到有耶稣这个名字呢？这很有意思。刚刚说了，施奶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开放给附近的大学，譬如台大啦、师大啦、政大，那这些学生呢，有一些信耶稣的，他们就很有爱心哦，所以他们就会在利用放假的时候，就会到育幼院里面来照顾我们啊，给我们上主日学，然后给我们点心吃，然后讲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听就说哦，耶稣爱一切的小孩，所以从小耶稣的观念就在我们里面哦，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所以那时候就成为我在信仰当中开始有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累积，就是这时候。那以后慢慢长大以后，就离开育幼院了，就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刚开始还不习惯啊。那以后呢，在家里面啊，爸爸呢还是很爱我们、疼我们的，所以我就开始上了。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啊，所以在读了国中，读了3年以后，我就考进了现在是世界新闻大学。好，我在那边就读完了以后，因为学新闻的嘛。那毕业以后，当然就跟这个媒体的关系就很好。那所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宇宙光有一个林志平教授，他就打电话来说，你是学新闻的啦，你已经信耶稣啦，你应该把你学的能够用在这个有意义的上面。我一听的好，所以以后我就离开，我就到了宇宙光杂志出版社。那这个杂志呢，它很特别。它不同于一般的书，因为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叫做不是很宗教化，但是呢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信仰对于人的重要的部分。所以宇宙光杂志出版社就专门出一些很多伟人的故事啊，很多感人的故事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事迹。那所以呢，宇宙光杂志出版社呢就成为我开始要去泰国宣教的摇篮。我们知道小孩子从摇篮摇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越来越长大。所以在宇宙光里面，牧师嘞，这个是牧师，对，这个就是我本人哈，我在那边在宇宙光杂志出版社大概工作了5年多，5年多也在那个地方，刚刚好是1970年的时候。70年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难民潮因为从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共产党或是中国的解放，我们就不断的产生越南啦，产生柬埔寨啦、辽国啦，这些人就很多的难民。我们看最早期的越南就逃到香港我们看到很多的柬埔寨很多的辽国就不断的往泰国的边境，所以泰国的东北部也成立了难民营所以那时候呢宇宙光呢就开始发起。那当时在难民营在农开的地方，就今天的东北的地方，那边是由联合国来帮助，然后让这些难民可以生活，然后联合国来资助他们。那这些人还是有办法到第三国，他们有亲戚在法国啦，在奥地利啦，在美国啦，在英国，他们只要有办法申请，他们是可以到第三国的。但是还有一群人是1949年，这是可以说是中国在解放之后，他们从了云南这个地方呢比较靠近泰国的北部那我们曾经听过金三角就指这个地方了。所以从云南的湄公河下来，就连到辽国跟缅甸到泰国，所以你看泰国、缅甸、辽国，我们就称之为金三角。好，以后呢，这个宇宙光它是关系社会的，所以它是有出爱心的。他一看，
这边这么多都是中国人呢，所以他就发起了送炭到太北啊。如果那时候你如果还是有一点年纪的话，你听过费玉清唱过这什么歌呢？关心他美斯乐啊，美斯乐是个地名啊，就是要关心这些难胞啊。虽然他们没有身份，但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华人，所以那时候你看最有名的就是孙越咯，孙越叔叔，孙越叔叔，以前看过他演戏的，他都演坏蛋，对不对？演的太逼真了。大概有现在耶吧。那时候呢，孙越呢，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后来他是因为陶大伟带他信主，他信了耶稣以后呢，烟都不抽了，你还成为这个台湾所谓的公益事业的这个戒烟的代表人啊。政府找他就说好，告诉他戒烟是不好的，所以孙越叔叔就愿意。以后呢，他就到宇宙光做我们这个终身义工。义工就是他不拿薪水。只要宇宙光有什么工作，他都乐意做哈，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宇宙光杂志发起送炭到台北，他说我去，他就义不容辞就去。你看他跟这些孩子们照相，然后用金钱来帮助他们。那我们看到当时我们找了很多的医生、护士，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偏远，所以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他们如果要到城市去生产，或到任何地方要取通行证，常常孩子都死了，还拿不到通行证。所以以后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有医生啊、护士啊，都是在台湾基督教医院。那这些医生护士，他们都是很有爱心，因为信了耶稣，就愿意给出去啊。所以他们自己免费去，他们自己自费哦，自费然后去哦，那个自己开钱买飞机票。对，去到太北的地方，那我们看到有一张图片，有没有看到林志平、孙越，还有一个妈妈抱的孩子？好，然后，以后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呢，然后如果上面那张你看有个牌子叫“龙根在”啊，因为中国人嘛，龙嘛，哈，根就是龙的根还在，他们当着孩子很难产的接生出来以后，就给他取名叫龙根在。那从此以后，宇宙光就开始就不断的送炭到台北。那林志平呢，是我们宇宙光的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们都称他为林哥哈。那林哥每次从台北回来呢，他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福音的杂志，所以我们早上大概8点到9点，我们有所谓的叫灵修时间，那林志平林哥就会开始分享。去台北怎么样啊？我印象很深刻啊。他讲完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做梦，梦到我去到那个地方，我说奇怪，但是那地方很可怕啊，没电没水。我说我怎么可以生活呢？其实我很害怕的，所以这个梦呢，对我来讲是噩梦。然后噩梦，然后醒起来以后。又不敢告诉别人哈，但是做多了呢，心里就有点怀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做这个梦呢？当然，慢慢的，我后来知道了，上帝就让我们慢慢的看见，有些事工他是借着梦来帮助我们，所以宇宙光送炭呢，就让我经历到台北的活动，也促成了我宣教的行动啊。当时我没有跟着他们这个医疗队去。我是后来讲说，那既然碰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跟林哥商量说，是不是我应该去台北走一趟啊？他就给我一个挑战，说好啊，你要不要留职停薪啊？就是你暂时放下工作，但是职位帮你保留，你就不用领薪水，你去看看上帝的心意如何。好，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就开始在想。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我是全能的上帝，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要你去哪里，你应该就顺服啊，为什么你还要一个脚就踏2条船？所以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以后刚好林哥不在，他去香港开会，
我就用一封信直接写了一个辞职信，我说林哥，谢谢你，你给了我机会留职停薪，但是呢，我想我还是要有信心往前走。既然上帝要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虽然我没有去过台北，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环境怎么样，但是我愿意顺从，所以后来神就让我去了台北。我还没有去读神学哦。一般来讲说要去读神学院啊，我是因为心里面还不确定，是因为那个梦，我也想去看看到底环境怎么样。好，当我去到台北的时候，就发现哇，一天里面小孩子就死了6个。然后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钱埋，就用那个席子席笆哈，那个我们用的席笆就把它滚起来。我那个小孩子就往后山就丢啊。那我们这些老师们就是去安慰父母亲啊，然后为他祷告啊。以后我心里就想说，哎呀，这些孩子这么可怜啊，他们生命怎么那么短啊？是不是什么问题？我就问了当地的一些做妈妈，她说：“哦哟，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山上医疗的环境很差的，我们没有医疗设备。”我们这个生孩子都是用那个竹片的，大家知道那个竹子哈，竹片把它撇开来尖尖的来割那个脐带。那如果没有好的一些消毒的话，可能这个我们结的那个所谓的肚脐那个地方啊，跟妈妈连在一起的地方会发炎。那发炎以后呢，7天8天，他可能孩子就死了。活不过7天，活不过8天啊，所以他们叫7日疯8日疯。那以后我心里想说，那这些孩子这么容易死，我可以做什么呢？里面就有声音说，你可以去学怎么接生啊。你学怎么接生啊？我说，哎呀，糟糕，我说的是接生婆我又不是学医的，我是学新闻的。结果我就回来了，跑到台湾的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台东基督教医院，那刚刚好，那时候他们去医疗队，刚刚不讲说接生了龙根在吗？那有一个是从香港来的，那这个大夫呢，他就在台东基督教医院做院长。那我就说我想要学接生，他很开心，好啊好啊，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年都去台北帮忙的，那你来够学呢是最好了。我跟他说我没有学过医学，他说没关系的。刚好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是我在教会青年团契的时候我带的。他就说师姐，那这样子好了，以后我接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来生产室来看我怎么接生。我说好好好，没会耶，实习对呀，胆子很大哈。以后进去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知道怎么接生？我说不知道。你看过吗？不知道。你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都也不怕血呢哈，不惊老会。对，那你就看咯，你就看，不要动，手不要动，这样子哈。他担心我动了，然后就会坏事情。好，以后我就看了半年啊，半年以后，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大夫他就问我说，院长就说你学会了吗？我说我没有学，我是看会了。他说会了，他就很担心，他担心我，他就说好，那这样子我给你考试，他就拿个大麻袋，然后他就是把那个假娃娃，他说投出来怎么做？我说投出来容易，用手指把它弄进去。他说这样子过了以后他说那肩膀呢？我说肩膀也是可以把它放进去哈。我说那也可以。然后他说脚呢？我说脚很容易啊，把它拉出来就好了。他说不行啊，你拉出来，他就卡在妈妈的那个下体，他不出来的。我就问说，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还记得叫刘章田和刘大夫就说你注意听哦，你好好听哦。他就一直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毛了。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啊？是很困难吗？他说这时候呢，你就要拿那个夹子剪刀把那个婴儿夹块。我说那不死了？我说我们要是救人不杀人。他说这时候呢，你在山上呢，什么设备都没有，你就只能救一个。
孩子跟妈妈，你当然要选择妈妈，因为妈妈可以再生，要不然这孩子不出来，两个都要死，你非得选择。哇，那时候我就心里有点后悔了。哎呀，我说大夫，我可以假装没有学过。他说你错了，无爱学啊，放弃。对，所以他就给我2个夹子夹那个脐带的，然后中间的剪刀，他就给我3样东西啊，好了，你可以毕业了。哇，我很忐忑啊，我就开始带着这样子带毕业了，因为想要救孩子嘛，所以就必须要学，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宣教士你要去宣教，好像很容易，但是那个地方呢，在哪里呢？我们给下面给你介绍一下，这地方在哪里？我们来看下一章。好，看下一章吗？听到了吗？哎，对，好，那我们呢，下一章就是下一次哦，非常精彩的故事，很精彩哦，请你一定要连续听哦，要不然就接不上我的故事了。对，精彩啊，就精彩。后面还没有接生出来，还卡在那里。接生了几个孩子呢？你就知道了。哇，下周之分享，后礼拜一定要来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牧师为什么为孤儿院出来，为着一个梦，对无？老师，你敢会做一个梦，就走去一个所在，做远的。做一个梦，就甲伊实现出来，而且做了，对无？佮辞职。一只走去拢毋捌去过，为着一个梦，来佮去学这啥物，毋捌学过，要甲人啥物生囡仔，这有厉害的对。就是所以后礼拜咱要较早因为牧师的时间的关系咱若要来这个线上看牧师开讲的人，较早来的台湾7点半，泰国6点半，澳洲1点半，做伙过来听牧师讲故事。真精彩的故事，今仔日真欢喜牧师讲足侪有趣味的安尼后礼拜一定爱搁继续来，甲家己饲一个赞，因为逐个人足认真听到这文你的时间有改变了，时间有提早10分7点10分变7点半。对，就是本来毋是。本来咱是8点10分对无？咱即阵台湾改7点半提早泰国嘛提早6点半安尼有清楚，所以呢多谢老师，谢谢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后回。